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商务人士入境因为各国染病风险关系，隔开的期间后分长短，今仔日又有调整。立法院经过30多点钟，随调表决，国民法官法总3读通过，咱国的司法制度从此行入去参审制。行政院特别开记者会宣布，明仔载起，百货公司、超商这店头会当摕收到的3倍券去银行换现金。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武汉肺炎伫咧国外，安尼伫咧传啊，亲像又搁反严重起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说明讲，商务人士入境分作无共国家的风险关系，隔开观察健康的时间长短无共。香港和澳洲因为病症又搁咧行，本地因是列伫咧中低风险，当也袂当搁再照行咯。咱当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这个礼拜我们把香港跟澳洲把它去除掉，因为在香港在这个礼拜它14天每100万人大概增加了大概是97，那个在澳门是145，这数目都超过我们在中低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日本已经非常要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现在它也是持续在增加。那不过它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把它列在中低风险。不过我们也要求对于它的一个在一个防疫计划书，我们要严加的审查。那进来对于它自主健康管理也会列入我们的重点查核。再来讲，顶几日有人回到风声放映，讲有去收到假振兴3倍券，经济部嘛出来驳回讲这是谣言。早起行政院特别开记者会，宣布明仔载起，百货公司、超商这店头会当摕收入来的券去银行换现金。若无请统一编号的小卖的头家，看是要经过工会去换，还是规期搁摕出来开用。振兴3倍券上路第8天，未少店头陆续收到3倍券。最近谣言换天杯，我传出台南的大商摕3倍券来换，被怀疑是假，直接没收。不过随后被经济部宣布，行政院早起举行记者会统一说明，佮正式宣布，为这个礼拜4 23开始，各店头才用将收到的3倍券提去专台，6211间金融机构换出现金。金融机构会给这个店家的这一部分是不用这个手续费。另外，无统一编号业者，亲像小单商、小农甚至计程车司机、营车工会、农业会带领，不过也建议卡数收的3倍券无济，用直接消费代替。另外，计程车司机应找车行车队来协助换。早上的市场、早晨市场、黄昏市场，他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自治会，他可能10摊、20摊，这些人的话。都拒收消费券。现在并没有外界大多没有不收的状况，包括我的家乡那个云林西螺的东南夜市，昨天那个1个晚上就收到42万的3倍券。不过这摆店头换现金限制大降价，外界烦恼因讲是大开3倍券变现之门，无排除民众会找亲戚朋友斗3工，直接将3倍券换现金，大降价3倍券所引带来经济效益。他只是要换现金，然后利用它。具有兑换身份的一些店家，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避免这种状况。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拿去消费因为它的加码的程度都大概是20%。经济部表示，第2波转本有买3倍券。超商营厝人数总共超过205万6千人，提醒民众22日开始到31为止，会记早身份证行到指定的通路来领取3倍券。记者综合报道。客家委员会今日推出价值800块的浪漫客庄旅游券，开放网络登记抽口仔的资格。结果电脑系统一站煞有各样，但已经伫咧排解当中。阁有昨文化部600块的艺放券抽奖线，发简讯予使用者认证的过程也有签到。总是文化部潘俊兴处长有出面回释的，讲若有抽到奖的，决定袂走闪去。用来加入客委会好朋友，一步一步申请客庄旅游券。不过实际测试系统根本都无法度入去。早上有听说本来要申请，但好像加不了好友，所以还在试试看。像艺文券，我自己知道怎么用，我就会用啦，那就感觉到好像有补助的感觉。
但是比如说动资券啊，或者是客庄券，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怎么用。客委会推出浪漫客庄旅游券，为早起9点开始开放一般的民众登记抽卡啊。不过可能因为民众人伤过多，地书系统发生故障，就连客委会官方网站嘛有出问题。虽然我们后端的伺服器 OK 的，从 LINE 进来的时候流量有一定的限制，时间往后了哈，情况也逐渐改善，已经到10万人以上了哈。客委会表示，已经咧排除各种的问题，建议民众结束的时间是到26，所以这几天会当按身份证尾字起来箱的分流来做登记。因若21才打开奖的易放券，嘛传出因为使用的人伤过多，一时之间真恶摕到手机啊赶新的验证码，或者是验证码的输入出问题。我妈妈用的时候有一点小卡。但是我跟我爸还好，听到很多新闻是说很卡的，所以我们就有避开那个时段。简讯出来验证码好像是3017。但是我 App 里面出现是3301，所以我就点了，然后结果发现那个验证码是不一样的。昨天下午因为简讯发送的伺服器拥塞造成民众的不便还有大家的担心，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紧急增加了硬体的设备。那今天上午成功领取的中奖者已经达到160多万。文化部甲民众回息的，说明讲已经加装设备处理啊，民众只要注册成功，而且有得奖，就一定会当领，权益袂受到影响。因若使用的期限是到年底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所办的好康，咱做咱来抽，啊，不过民间流传的就无得卡哦。7月16日，台中市台中太平的警方接到银行通报，讲一个71岁柯先生要汇400万入去银行，已经有咧警戒的口罩。原来就是互你送点网络加入个人投资的社团，无偌久煞有人来鼓舞，会当倒操盘投资新型的币网络货币，讲甲偌好赚，拄偌好赚。加在警员赶到地，老本甲伊保掉。关警赶到银行，伫柜台前面阻止老人家汇款到国外。一开始，这名姓柯的老先生佫生气，认为警方阻止趁钱的机会。你遮紧回才有奖金就对了啦。你这就是骗，就是诈骗的。我是该讲的清楚。就因为老先生坚持家己投资比特币是合法的行为，无相信家己叫人骗，最后环境是要求伊先到警察局来说明汇款的行为，才成功阻止这场骗局。我就甲你讲，这诈骗集团，你敢若一直相信诈骗，你唔相信我甲你讲的。警察都也袂甲你害啦，伊袂甲你害，啊听。柯姓被害人今年71岁，是退休的公职人员，相信家己的判断力。今年6月伫脸书接受了投资理财的社群，和一位讲家己叫做刘老师的人来告诉伊投资虚拟货币比特币，但是家己却无了解这个投资项目，就相信对方。这个月16号，佮打算要提出400万的钱，互对方来操盘。许姓老翁欲汇款的账户为警示账户，投资的时候基本上他只能看到币值的上下起伏，他并没有看到他实际金额在里面操作上下的这个动作，所以说很有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的行为。警方指出，这款的诈骗手法专业，诈骗团体替受害民众规种投资平台，叫记录带动情绪了后，搁再骗对方汇款。但是实际上，这钱却进了别人的户头，等下发现的时阵，已经叫人骗到啥物拢无。呼吁民众投资理财，莫轻易相信网络的资讯，有问题先向警方来咨询。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锁落来南部台南市一个对泰国转来，就爱在家来检疫14天的民众，期间未到就骑奥多拜出门，结果违反交通规则去互警察抓到，当然卫生局嘛甲伊罚金10万块。啊，对4月到今这款无照规定在家来检疫的对象，台南市已经查到66个。黄伟铁市长嘛讲，法律若许可者，也会考虑公布这寡人的名声。台南这个查甫人经过台南台湾交流道无以2段式的道弯，被警方抓落来。原本想讲是单纯的交通违规，不过一查煞发现是居家检疫逃走出来的人。是为泰国回来，结果因为他居家检疫，我们有给他手机，结果他竟然把手机放在家里，然后自己人跑出去了。所以我们定位上我们没有发现说他已经跑出去了。警方唔敢放令，现场开单了后，佮特别送伊回去。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的统计，4月到今已经处罚66件居家检疫违规的对象，其中罚款上悬的是70万块的一个人，50万块的一个人，30万块一个人，20万块9个人，15万块4个人，10万块36个人，1万块14个人。这个查甫人嘛，互通报予相关的单位处理，上尾予台南市卫生局罚10万块。
查了他的身份，才发现说他是居家检疫的一个个案哈，那才通报了我们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裁处。为着要防止类似的代志发生，台南市民政局嘛用非固定的时间做关怀作业，会无定时确实来电话确认，也详细先确定民众即马伫倒位。台南市政府强调讲，国外疫情也是真严重，呼吁民众千万唔通放任，要提高警觉。市府嘛严格来查，市长黄伟哲是表示讲，无排除伫特殊防疫相关法令许可范围之下公布名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全世界已经将近1500万人染着武汉肺炎，这中间阁有615000几人不幸过往。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就主张讲，政府应该照胃病风险的关系去分外国人入境，加开观察健康时间的长短。国家卫生研究院这边嘛讲，因咧开发的预防射速度比人有较赢，近10年底就通开始临床试验了。虽然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转好，不过到2日为止，全世界确诊病例数量已经超过1489万人，其中有615000多人死亡。国际疫情若像无减轻的状况，真侪国家嘛伫咧解封了后，佮因为疫情猖獗，佮一改来进行封城。台大公卫学院认为，伫咧后疫情时代，应该照无共区域的风险来制定居家检疫的时间。我们的本土个案很少，可是我们因为有境外移入个案，我们就利用了从2月到5月台湾的境外移入个案以及入境的旅客数，去推论我们台湾从这个进来的人他感染之后，他有可能从症状前个案到症状个案的模式去推估，如果2次检测，那敏感度在95%，我们几乎都不会漏掉任何个案，即使是居家检疫，只要2天。那有些比较高危险的国家，可能需要居家还是维持5天。未来，在我们考虑要解封其他国家之前，应该以风险分层来做。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滚价，疫苗研发的进度嘛受到注意。台湾即马有3间疫苗厂商正在积极投入去研发。郭文仪表示，国内疫苗厂商拢以定做2倍技术来做疫苗开发的主要重点。郭文仪嘛选定 DNA 疫苗来做后手疫苗开发的部分，上今年底进入临床试验。我们这个动物实验已经快做完了，包括攻毒的已经正在积极进行中。我想肯定要到明年上半年的时间才会有这个结果这样。另外，最近国内真侪景点拢出现报复式旅游的状况。针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陈市长表示，民众也是爱挂嘴烟、食洗手。若是台北飞曼谷的航班，阁有旅客出现发烧的症状，陈市长嘛讲，袂当用单一体温来认定敢有发烧，是爱每一个所在拢去注意，佮加上检验，才会当做最后的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正月初2，空军一只乌鹰直升机失事，造成11名参谋总长一行有8人不幸牺牲。经过监察院调查认定，讲空军第8基地天气中心的主任和战术管制中心的管制长2个，无确实掌握气象的资料，佮无详细甲直升机的飞行人员讲解天气的变化，决定要单核因伤人。UH-60M 乌鹰直升机1月伫乌来山区失事，造成时任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名将士官殉职。随后经过空军调查时研判，失事直升机失事的原因是环境甲人为复合因素所造成。监察院经过调查了后认定，空军第8基地天气中心主任任一辉甲空军南馆长周树凯此前对气候掌握资讯收集提供无好，涉嫌违失提出弹劾。却没有参考以下的云图呢，让飞行员掌握云层分布的全貌。一个就是近红外线，就是刚刚提到的 IR4， 它是侦测低云用的。那8天中天气是可以自行接收，那么依望就可以看到东半部有带状的云，但是却没有运用。监察委员认为，被提供主任任议会无依照规定伫天气时向飞行员讲解天气，也无查阅真实的云图，各伫山顶有云系。地属专机驾驶选择低云密布的40山区航线，有严重违失。另外，南馆长周树凯无记出107年 F-16弄山的教训。任务进程无查询航线周围的地种，也无依照规定适时告知飞行员天气的状况。被弹劾人周世凯呢，这次仍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仍旧没有依照规定呢，这个查询这个专机的这个航线周遭的地障。他坦诚没有查这个地障，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的规定。我们空军敬表尊重监察院的一个调查结果。
两人也以上听解法院处理，不过入议会接受监察院约讯的时阵表示，伊当时依照画册分图、回报图这判断，虽然因方面有分析进山区复分，不过实际上未影响到这摆任务的执行，所以就判断这摆基本上全期任务应该用正常进行。空军对谈协案只是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连续几日来，国民党这边一再指控总统府的苏家全秘书长韩明德苏振清立法委员3年前捌私底下访问1年，去牵生理伫咧独立私人。昨苏家全秘书长针对国民党这边3个出面攻击的人士，王玉敏、游淑慧和罗志强提出告诉，早起因3人也去地检署，甲苏家全秘书长告翻头。另外一个苏家全，他作为总统府的秘书长。他其实有管道可以去查证外交部到底有没有这一份电报。那如果他已经知道电报是真的，还执意提告，那这当然就是诬告。跟国民党这3位他们去提告了，那我们就由法院来做一个事实的认定。还是那一句话，谁该负起责任就谁来负责任吧。苏振清立委连续3摆出面说明真相，不过王玉敏是强调讲，因的秘密文件，敢若年份甲日期有出入，其他内容拢是事实。罗志强嘛批评讲，本地这的资料是由外交部列作机密文件，上好等对方提出告诉，就会当经过法院查明真相。另外，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嘛点名苏振清是透过一个专门咧办外国劳工出入境姓高的业者安排去访问1年。这个人台湾中国生理双头做，在游议员咧看，就是已经犯着反渗透法。过来讲，立法院临时会经过30多点钟随调啊表决，国民法官法总3读通过。咱国的司法制度从此行入去参审制，对公元2023年开始，10年以上的有期徒也是故意犯罪致使死亡这款重罪，拢会经过3个专业的法官和6个国民法官所组织起来合议庭，做伙断案裁判结果。国民法官法制定通过。立法院临时会经过透明的表决了后，总算3读通过国民法官法。台湾司法制度会正式加入国民参审制。这个法案按算伫咧2023年实施，是由3个职业法官加上6个国民法官共同审判的合议庭。国民满23岁都有资格，也若头家人都爱互因公假。为了公平，会采取随机抽考的方式。任何人拢袂当公开国民法官的告知。新法嘛规定讲，下用的案件是本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佫有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人。若要安怎认定被告有罪？国民法官甲法官拢总9个人，双方的意见爱达到2/3以上的同意决定。若死刑嘛共款比较办理，爱有2/3以上同意才会用的。执政党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因此呢，为了确保人民在司法诉讼当中的权益都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因此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审慎的方式来推动。为什么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能够适用？事实上，大家非常清楚，台湾民间追求人民参与审判的欲求未曾停歇，但也不可能说仅仅是希望说这500-600件的案件能够适用。民进党团甲时代力量党团拢肯定国民法官法3读，不过民众党团是批评民进党用真老草的处理方式，硬互通过，伤害立法的品质。让民进党或这个是司法院接受2制并行，为什么在司法的改革跟司法的这个国人信任里面是重要的核心？但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也没有办法获得其他多数政党的委员的支持。民间司法改革团体伫咧立法院的门口静坐抗议，批评民进党无把人民的诉求听入耳，若无考虑甲陪审制包括在内，就连甲参审制做伙试办的空间都无。我们对于民进党背负党纲、背负诚信、背负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加以谴责。司法院院长柯宗力主持国民法官法3读通过记者会，强调这是台湾司法历史性的变革，让人民参与审判，都是回应人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未来起诉的时候呢，将不再把卷宗证物呢一并送交法院，直到裁判的时候，法官呢才会接触到
证据内容。针对民众可能会欠缺法律知识，柯总理表示，法庭顶悬各种的法律用语会尽量让国民法官听有，嘛确保因的生命安全受到保障。另外，新法嘛规定讲，自实施开始的6年，由司法院组成评估委员会，每1年拢会评估实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度台北市和中国上海市的双城论坛，经过电脑镜头连线用视讯举办，今日早起宣布开幕。这回主题是两边城市抵抗传染症的过程交流，还有经济方面的合作。台北市的郭文特市长和上海市的龚正市长致辞的时，双人也拢有提起一句讲：两岸一家亲。继大荧幕台北市长郭文特甲新上任上海市长龚正互相拍招呼。2020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日开始，今年轮到台北主办，不过受到疫情影响，第摆采用视讯连线方式，规模为以前的3天减做1天。双方也无签署合作备忘录，不过2次坚持举办，加做最近龙华第摆而且唯一的官方交流。虽然疫情变化无常，但是台北与上海的共识就是交流不宜中断，所以今年双城论坛首次采取视讯的方式办理。今年论坛主题是城市防疫甲经济合作，郭文特甲龚正分别讲到台北、上海疫情之下的措施甲应用，讲到两岸关系两人各中心，两岸一家亲。到今天，我还是认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我一向主张5个互相的原则。其中互相谅解最重要。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应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疫情可以阻碍我们面对面，但不能阻碍我们两岸同胞心连心。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主论坛伫早起11点结束，马上进行4个分论坛，分别是卫生气候、产业经济交流、科学地理甲合作以及智慧交通。卫生医疗论坛按算会讨论体检疫情相关议题，比如双方医疗体系应对差别、集中隔离检疫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桃园市一间铁工厂内底，一个泰国来的劳工操作机台发生严重意外，肠啊开刀切割不了，公司那像也无爱负担医药费甲赔偿，这个外国劳工无爱拖累囝儿，7月初煞来行地路自尽。民间团体当就出来主张讲，就要通过政府申请医药费，才去甲雇主要求的制度，保障这个远走他乡来台湾打拼的艰苦人。不良雇主，逼死移工。泰国一移工拜伦伫咧7月初想被开跳楼，早起伊的后生摕伊的相片来劳动部门口တင်情，因为拜伦去年伫咧桃园的3用铁工厂发生职灾，操作重机械时阵去互铁块弄到内脏出血，肠仔去互打只严重侵蚀，差不多拢去互医生切掉，来到人工本口。因为雇主规避医药费甲赔偿金，便伊才会找民间团体来协助安置拜伦，但是拜伦无愿意拖累囝儿，就要选择家己了断。ด้วย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เราเผชิญต่อความไร้น้ำใจ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ำให้จิตใจของพ่ออ่อนแอลงพ่อเริ่มท้อแท้หมดกำลังใจส่งผลทำ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แย่ลงเรื่อยๆ桃园市劳动局嘛认定这件案件是职灾，针对雇主无伫24小时以内通报，违反治安法处罚3万块。但是雇主讲，拜伦内脏出血原因是安怎已经无遐尼重要，而且强调职灾发生的当天，拜伦有食酒，除非伊带入去交互病房嘛，拢有去病院来付医药费。他跟我们讲的是说他在操作机台，那事实上没有嘛？那有没有？这个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移工团体宣布，病院去用欠20多万的医药费，才会找团体来斗3工。而且今年进行官司诉讼，雇主先指控拜伦有食酒，家己跋倒。法庭顶悬佫解释讲，拜伦原本就有先天性的肠仔中风，敢若愿意负担伊期间的一部分薪水。双方讲的话拢无共，雇主敢是应该负责任，会交互法院来裁定。不过劳工团体嘛烦恼讲，雇主脱产，互劳动部说职灾贴上机制，由政府先代为求偿，才袂着算官司拍赢。移工也是领袂到钱。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来讲，美国司法部打起诉2个中国公民，
因为因商人可能运用电脑技术侵入几落个国家国防武器生产的厂商，还有武汉肺炎研究的机关，要偷摕机密资料。另外人伫咧英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也批评讲，中国放任武汉肺炎的病毒世界传，全世界拢都要来抵制这款国家。美国司法部12日正式起诉姓李甲姓党2位中国公民。起诉书指出，这2人参加骇客活动超过10年，捌攻击美国、澳洲、日本甲英国等地公司，窃取有关国防、医学器材、药物、电脑软体等资料。各位今年1月开始，入侵美国麻州甲马里兰州2间研究新冠病毒的生技公司。2人除了得到私人利益，也将得手的资料提供给中国国安部门。攻击目标甚至有达赖喇嘛办公室加香港民运人士。The indictment shows very clearly that no country is immune. Any country with a successful company or industry must be on guard and prepared to protect itself. China steal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esearch which bolsters its economy. And then they use that illicit gain as a weapon to silence any country that would dare challenge their illegal actions. 另外一方面，美国除了以国安为理由抵制中国电信大公司华为以外，川普政府也密切注意中国联盟影音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不过，伫川普政府也无正式出手进前，美国众议院20以336对71的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提案，禁止联邦政府甲国会公务机关使用抖音，禁令扩大到国会议员甲职员。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21日伫一场视讯会议中来指出，北京最近的行为互两化情势恶化，美国会继续军售台湾。不过，艾斯培也表示，俄曼今年底进前访问中国，讨论中美共同利益。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1日指控，北京当局放任新冠病毒伫世界各地传播，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The CCP's exploitation of this disaster to further its own interests has been disgraceful. Rather than helping th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shown the world the party's true face. We talked about how we've seen Hong Kong's freedoms crushed. We've watched the CCP bully its neighbors, militariz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nstigate a deadly confrontation with India. 蓬佩奥也俄罗英国禁止互华为参加5G网络建设。英国外相拉布也强调，会甲美国继续合作，替香港自由价值发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东边欧洲的乌克兰共和国内面，顶日发生有歹徒举武器压规台公车的案件，头尾经过12点钟。这中间，乌克兰的总统嘛亲身出面谈判，答应对方一项真奥妙的要求，讲叫伊就要斗宣传一出动物保护的纪录片，袂像车顶所有人质拢有平安脱险，歹徒嘛伫咧现场落网。Фильм «Земляне» 2005 года. Смотреть всем. 录影片呼吁全国民众来看这出电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是伫甲片商拍广告，伊是为着配合有武力装备的歹人的奇怪要求。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卢斯克20日发生公车劫持人质事件，44岁的查甫人克里瓦许讲，家己身躯顶有炸弹，劫持公车顶悬的13名人质，呛声伫要甲公车炸掉，并且引爆另外一个伫咧市区的炸弹。总统泽连斯基接到通报了后，亲身甲歹人通电话谈判伫要10分钟。先要求歹人甲有心等等的3名人质释放，刷落来答应歹人的条件，伫咧面册顶悬翕一段6秒钟的影片，宣传动物保育纪录片地球顶悬的生灵。不过影片随後強汰掉。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відео вийде в соцмережах, він через півгодини випускає всіх людей. Приблизно так відбулося. 30-40.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хвилин було, він відпустив заручників. Новини, всі заручники вже ви бачили, сюди прийшли, всі їх висвободили. 公车顶悬全部13名人质，最後攏去平安釋放，無人受傷。歹徒克里瓦許隨後嘛去警方逮捕。根據路透的報道，這個歹人有犯罪的前科，過去嘛捌散播極端的手法。記者林浩如整理報道。来关心国内2站意外的消息。早起8点半这旁，北里高路南12.3公里遮一只游览车含客运巴士，搁一只轿车4台连环烧亡。消防人员赶到位救出车底19位民众，其中游览车顶一个查某导游受性命危险。
镜头内底看到讲游览车的头前过拢甲真严重，玻璃碎炎炎。尾手咱看到讲一只弄一只连续4台，到后壁客运车后壁游览车因为闪袂赴，佮等于弄落去。警方也已经开始咧调查这站意外原因甲责任了。昨昏通市八地遮一个40桶货义消出任务的时，去掠虎头帮，刷去互胖顶甲送病院急救，一站严重甲无喘气，心脏也停气，尾手加载救回来。目前这个义消人员是还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治疗当中。伫救护车内底，消防人员当咧无用做紧急处置，桃园市掠胖掠蛇的工作大队，一个41岁姓罗的义消，日伊伫咧八地工厂。这篇掠胖的任务，撮去虎头胖顶着，熊熊袂喘气，心脏嘛停气。急救了后有恢复，目前要伫加护病房观察甲治疗。在处理的时候就1、2只跑进来这样子，抓的那个没事，是里面这个有事。然后后来他们也处理掉了，然后现在已经掉在地上了。新屋保龄球场火下了后，消防回归专业。桃园伫咧104年成立全国头一个掠胖掠蛇大队，由农业局甲这个业务接倒转去，委任义消来负责这个任务，是自愿参加。目前差不多有270个成员，一般拢是2个人一组来出勤，一个人负责拆芳收，另外一个人做警戒。根据了解，这个代志会来发生，是负责警戒的义消无照规定穿衫甲装备。我们也立刻通知所有的那个捕风抓蛇大队，要转职通令所有的人要依照规定，着装执勤。农业局嘛去病院甲关心，希望姓罗的队员会当早日复原。农业局嘛表示，每一个队员拢有办理保险。后手会协助申请赔偿，而且会负责医疗的费用。也若未来嘛会加强队员安全的维护，还佫有相关专业能力的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中部今年6月底，云林县内下过新虎尾溪，连接高铁特定区和理论乡一班分河大桥完工落成。近来是有民众咧反映讲，桥顶路名毋但有4字分河大桥，搁另外张立宪县长的3字名也徛起咧地hin。总是张县长当下表示讲，若这无必要，已经有要求厂商都要拆掉。全长174公尺，中国管30公尺流水外形的桥塔，跨过新虎尾溪的云河大桥，今年6月底完工，通车为理伦到云林高铁站，只要5分钟的车程。但近期有民众发现，新桥完工后，桥头除了桥名云河大桥人妖，搁有云林县长张立宪大大的落款，互民众看法无同款。就感觉好像是他站住这个桥了，然后他这样子，对。有的就想讲这上做的，有的老岁仔人若迄个视力较无遐好哦，迄目睭较无遐好，用较大字的啊。因兜代志，阮即款阮不予置评啦。在桥头落看大名，有人赞成，嘛有人反对。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宪表示，云河大桥启用通车一天，伊是徛咧小云河大桥年药桥头举行典礼，但后来发现，另外一边有家己的名字，已经要求厂商需要来做改善。因为我站在的是这是我们云河大桥这边那我不晓得还有另外一边的情况，是我后来发现的，因为那天时间也很赶啊。那发现了以后呢，我已经跟公务处讲，就是说可能要请厂商立即改善。文管府公务处表示，云河大桥当时赶咧举办通车典礼，桥名条最后才完工，但寸桥却无照原本设计图施作，就先挂牌，嘛无符合文管府的要求，目前已经来拆除。现在要求厂商以原本的图来施作，再来验收，避免造成民众误解。记者为您报道。讲到拆除建设，今年正月21，高雄市政府发表爱河顶头大型的环保艺术作品《爱河爱的海洋》，嘛吸引真侪旅客去遐欣赏景致，野手机起来转脚咯。经过半冬风台纪念日特别到，对早起开始，市府的观光局嘛分2日时间，要甲这只爱的海洋拆除现杀咯。大型的吊车停伫高雄702路甲河东路口，工作人员坐着摆仔来到爱河爱之金边啊，将海洋身躯顶悬的回收塑料拆掉。除了因为登记已经结束，嘛是惊出来，若是有风台，万一吹歹去，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整个8月会进入那个台风季节，那台风季节以这一支临时建筑物的话，我们在整个设计上本来就没有做台风这样的抗风的一些设计。讨论的结果就是说，以7月22这个点当做这展示结束的这个点，因为接下来就要为台风来做准备。
拆除的工程22号开始，看到消息的民众甲游客透早就来到现场翕相，要看爱之金最后一面，还有直播主伫咧直播拆除的过程。这个一直长时间放在水底下、海水底下，其实也对环境上面是一个不好的。觉得很可惜啊，因为这个意象对高雄来讲，其实还蛮吸引观光客的。几只用环保回收塑料制造的爱之金，今年1月21号开始伫爱河展出，是希望呼吁民众重视海洋塑胶垃圾甲环保的问题。即马要互拆掉啊，一寡民众甲市员拢感觉无彩。观光局表示有甲业者参详，有伫咧考虑伫风台季节结束了后，较倒找所在，把爱之金重新组起来。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讲环境、说环境来讲，台湾这粒宝岛7成的地土拢毋是平洋，是深山甲树林。啊，去年行政院嘛发出讲要开放山林，改变政策，鼓舞人民自由去爬山，亲近大自然。啊，毋过进前嘛不时有因为山难的不幸，演变甲去告政府，要求国家赔偿的情形。到底要安怎考虑才有通双并好？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邀请咱做伙来探讨。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台湾的山区四界人潮拢是叉，连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嘉明湖、4颗里营地嘛拢大天度，登山人潮变多，近来嘛发生未少山陷的事故。甲因过一出代志，就禁止入去的管制模式无共款。行政院去年10月宣示山林开放政策，就是要让台湾的山林真正改严。人民感觉政府并没有让人民方便进山。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山是大家的，山是台湾的，我们要向山致敬。台湾的山200多年来拢是禁区。过去清朝日本时代，统治者为着防止原住民和汉人冲突，设土牛沟亦用线封山。国民政府戒严时期，佮考虑到国家安全、保密防谍的需求，关制山穴。即马亦用线已经变作是观光的景点。台湾的山林管理伫咧张博伟山南国培事件了后，各县市政府今国培拢来设定山的自治条例，即嘛引起真侪山友的批评。台中开始，今仔南投讲地咧，啊花莲个地咧，啊我早我批评过讲，全部咧思考用规个国家的迄个环境来思考，毋是讲敢用一个单一一个地方政府迄种观念来做，安尼都毋对啊。为着实现开放山林，中央修法摕掉国家赔偿法的责任。事先有甲你警告，当场嘛可能有警告，还是网络上有甲你警告，我真危险，你也家己注意。安尼吼，这个公务员都无这个管理上的爱赔偿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以前唔敢开放的林道，咱即马开放。中央开放山林地方要安怎管，变作是一个大难题。究竟新马新任山头真侪县市，通常财政无法度负担所救的成本，需要中央来支援。伊爱救，摕伊无遮经费啊，所以伊即马佫死抱着迄个自治条例、消防署就一直甲地方政府咧沟通啦。即马比如讲南投啦、台中啦、苗栗，甲即马也无反应，其他的县市拢有已经着手。得开始修改这个条例。山林开放的政策，甲台湾山的大门开开，甲登山的自由交登去互人民。从政府的这一端去做开放，设法去松动所谓的妈宝的，或者大家喜欢讲巨婴这件事情，那当然是很正向的。那再来就是会看我们的民众的这边是怎么给予回应，这样子。而且向山向海，之前这种共款的，鼓励咱的国民明知迄有风险。想办法去克服遐风险，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啦。这是其实是咱祖先的精神。这条要行登去山林的路，才拄啊开始尔，真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搁来处理。走入山林是甲咱冒险的精神找回来，也是甲人的问题颠倒引入去山里，代替咱继续关注。记者尤伟珍、张玉水、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再来讲，顶日啊，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宣布讲，2天内都会甲全国所有中小学的教室拢安冷气。啊，花莲县的凤林镇当时已经先整出经费，甲镇内8间国中国校冷气拢斗好啊。学生囡仔嘛欢喜讲，热天时啊，确实差真济。
这是花莲红林镇的林英国小，虽然即马搁伫休热，啊，毋过来参加休热辅导的学生真济。布里格教室内底消防方式要安怎？老师摕遥控甲冷气拍开，配合天棚的调试，室内温度降到27度，大家拢讲真爽快。帮你们装冷气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很好，很凉。学习状况呢？有变好。他学习状况其实很明显都有提高。那学生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其实很容易就是因为太热，所以他们的那种学习状态就是整个很低落。那林英国小红林镇利用资源回收的奖金，编120万的经费，替全镇6间国小、2间国中的教室来斗冷气。啊，毋过外界嘛真关心使用冷气电费甲的砍制。上计用是用3个月，一年时间用3个月。啊，阮的冷气装的拢是装迄省电型的，啊，顶头呢有冷暖电扇机，所以安尼洗伊用电免用太大。根据县政府教育处的资料，花莲县目前总共有125间国中国校，每一班若拢要斗冷气，需要2亿3700万，县政府目前无法度负担。红林镇唯一家己装置斗冷气，对面拢讲比中央的卡步更较紧，嘛互其他县市的民众是真心酸。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目前台湾话配音的节目还阁无介济，咱要来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个过雅味小姐。伊捌甲日本的动画《樱桃丸》配口碑，真受人欢迎。少年辈的台语配音员也有一个今年才30的木宣明，按戏剧广告到网角，咱拢听会到伊的声。伊嘛望讲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台语的角色内底感情的多变化。大家起来哦！侪侪人拢捌的樱桃小丸子，开嘴讲的拢是台语，配台语版丸仔的人就是伊。今年39岁的郭雅碧。讲话那亲像甘一粒卤卵，一听就知影是丸仔本人。郭雅碧也说出配丸仔上恶做的所在。臭奶呆嘛是爱臭奶呆，甲互人听有。有当时落到一半，领班会讲：叶妹，你想过臭奶呆啊？咱来较清楚一寡寡。郭雅碧自本是伫咧松山机场听电话服务人客，伊挂发现家己的声音和唐老鸭有成，怎开始研究家己的声哨，改读做台语配音员，一做就是13年。现在亲像是我饲的人中了。迄个英雄背面拢记倒伫咧面床，迷人阁有淡薄仔喜人的声哨，这站台语口碑也是郭雅碧的作品。利用这个表演的过程，你去学到无共的人生，去体验到无共的人生。我是感觉讲，趣味的所在是伫遮，戏剧的部分，咱就是一般较通俗的音。阮也录到这较教育的方面呢，阮较注重伫这个发音的部分。一步一年会。听起来真有少年气，这个用台语配音的人是对华语来兼业做台语配音的少年辈，今年30岁的木宣明。华语就是你一定要去标准的，啊，毋过台语就是听互人听有就好。我感觉安尼较亲切，旁白迄种的。口白。嘿，口白就是爱介绍较专业的物件，我感觉迄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台语配音界正欠少年人，木宣明拄好有台语的基础，怎对前辈的脚步，未来也希望会当搁再提升台语文能力。即马我希望我家己当较有系统来学即个语言，就敢若学英文共款，甲台语安尼学起来。咱莫讲台语一定要外练当才会当接即个工课，问题是你爱讲了，至少是生活对话，袂讲伤过需要人连遮拢爱去甲你调。用声音表达台语的各种声情，台语配音员郭雅碧和木宣明要继续行，互人听到角色内底感情的多变化。记者阿敏金丹保罗台北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用台语咧配音若咬脚声，你听到真正心肝会梦。用台湾话咧表演，对这个声的表现真讲究。过去有俗语伫咧讲哦，国情先来讲一句叫做一声伊唔交财，无声唔免来。这句就是咱王金英女士，谈台湾歌戏界做小段出名规世人的小段艺术家，伊甲国情讲的。伊讲演过吼，咱伫电台咧做广播的歌戏。咱毋是讲人有才调讲入去内台看公演，甚至讲迄当阵电视嘛阁无遮风行的时阵，你听电台听到规棚的歌戏团伫咧做戏出，
内底上界要求就是啥？就是咱的声水甲歹，人可以听到，若是有声缘甲咱的哈，当然这个角色就会迄度就会出名。毋则讲一声伊毋够才，无声毋免来，就是讲你的声若歹，你的声若袂晓变化，讲戏搁较晓做，你嘛请一边。到落尾，电台经过来到电视。同款即个代志无改变呢，咱嘛看讲，即马真侪外台南北二路出名的小生，吼，迄个歌唱出来，迄个哨声，别人无的特殊的吸引力，这正正就是证明讲一声伊毋够才，声后爱迷人，声后爱好听。啊，当然有好听，就有歹听。咱嘛听着讲真侪人咧顾谦讲家己吼，唱歌含慢啊，拢一句话，讲我吼牛声马后。对啦吼，啊，即句毋但敢讲牛声马后啦，原来有人讲吼狗声去食后，嘛有人讲搁较含的。阮老母有当阵啊听到阮老爸咧唱歌，拢嫌伊牛车驶路行，迄个牛车咧驶路行，迄个尖甲寒的声，咱敢若土象嘛知影讲，安尼叫做描写歹听。啊，毋但敢若歌仔戏哦。布袋戏原来真讲究即个声音的变化，尤其布袋戏，咱知主演拢是同一个人伫咧讲口白，这就敢若亲像咱现代用台语咧配音同款的原理。一个人讲口白，当然就爱分啥？爱分合作五音分明，尤其即个五洲派，黄海大、黄准阳安尼传落来，黄准卿啦、黄准阳啦，因规家人对着即个五音，用的讲是相当的讲究。啥做五音？人讲叫做声段静抹跳，即个声毋免加解说，小声啦吼，段。小家人啊，咱知影讲，真侪布袋戏的主演拢查甫的呢。迄些翁啊，你来去想讲我若要激查某声，爱安怎样激才会感动人？所以大的声激了会水，你嘛感觉讲好亲像浮现伫咧眼前共款。搁来静就咱讲的花面张飞，迄好笑的，迄就爱亲像讲足大北的声，我张飞来咯，好，吼，即款静啊，搁来抹就是老声。后壁迄个唱，人讲戏若做会好，唱的声就要激互会分明，唱的声就要激互会感动，毋则讲做布袋戏主演嘛，就要五音分明。台湾话配音的艺术，要讲确实是会了袂尽啦。过来，咱来关心咱的农业。镜头所来到南台湾屏东县高手遮，有一个伫咧种澳柚的少年农友，10年前伊对金融业退休，倒转去甲大官斗经营澳柚园，嘛找出适合平地成长、价值又搁侪红高好的澳柚的品种，成功拍出家己的新牌子，受到真侪人客咧欢迎甲喜爱。皮上面的水分干一些，它就会比较软，比较皱皱的这样哈，我们就可以翻。冰冰的指甲花拍入头的时，就搁爱细致，莫去拍着指，才袂去破坏指甲的营养分。区比方讲出种指甲的点点滴滴，这拢是伊这10年来累积的经验。对区比方加入去伊的大官，伫咧屏东县高树乡的指甲园，会使看到指甲发甲白白白。虽然讲园区是伫咧平地，天气真烧热，不过区比方种出来的指甲品质袂输乎伫咧山顶种的。因为红酒这个品种，它的果胶比较多，比较好。外面有些好像你们洗起来都没有什么果胶，因为爱玉300多种，所以有些它的品种，它的那个果胶就没有很好。找到红酒这种价值丰富的指甲品种，区比方讲，这拢是因为有大官陈新丁当年的经验做基础，伊才通深入了解指甲成长的过程。啊，这芳啊，入去讲的也生芳啊，入去买的生澳柚。8分大的指甲园，毋但有过去陈新丁拍拼的卡价，也有新妇区比方用心经营的成果。这阵指甲种出来，毋但价值多，品质好，一年的产量也稳定，会当生产500斤到1000斤，已经真做是侪人退火饮料的头一项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国家卫生研究院比较长年来拢有咧煮3顿，敢毋捌当着顶灶的女性，调查发觉讲，愈接煮食的妇人人染着肺癌的危险性嘛愈悬。啊，毋过抽烟机若开落去芳，可能会当降低6成外的风险。包括炒肉丝佮掺淡薄险，伫咧烧炎炎的天气上开比。啊，毋过做料理嘛要注意油烟的风险。国卫院针对女性族群做的研究发现，愈接煮食时间愈久的人，得到肺癌的风险就会愈大，上侪会当增加2.17倍。医师嘛提醒，各种食用油肉无共的发炎点，煮的温。
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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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地属地干物也是去用数字去戏内底，所以都煮饭了，排油烟机也是继续开得较好。我继续开啊，我连煮开水都在开。那个烟滞留在那个空间里面啊，所以说再抽一下。如果说在煮菜结束之后，再多个几分钟的时间，让这些油烟可以抽掉的话，对于后续这些油管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代谢废物就能够减到最少。民众若是发现家具顶管有卡油垢，地当知影讲厝内油烟平常时无抽清气，可能代表排油烟机的效果无好，嘛当考虑调整煮食的惯势，用文火加温料理取代大火来炒，用食物油来代替猪油，才会当甲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间民间所经营的流浪狗收容所，本地是欠水搁欠电。近来经过公益团体协助，得到民间企业帮衬，到太阳能帮落去发电，环境也已经有渐渐改善。离这搭民间收容场，流浪狗找到厝，嘛被封关起来，会当自由行动。不过，这原本是台北市的粪扫掩埋场，收容流浪狗的卓妈妈讲，长久以来拢无水电，唔拿热天热到真艰苦。下暗来照顾狗的时阵，爱挂头顶，加装太阳能板了后，明显改善动物的福利。没有电的时候是真的，狗呢就只好跑到外面去挖树洞啊、挖轮胎来躲，因为实在太热了，完全没电的日子，我过了10几年。所以当电来的时候呢，我泪流满面。离狗场厝顶设置太阳能板，嘛伫地面设储能的系统，家己升为绿能独立电网，不过维修煞真头疼。鸟鼠非常多，会夹歹电线甲设备。为着防范危害，即马电线会包塑胶套，系统是加装铁轨，甚至出动智慧监控。来看这个系统的状况，也就是说，老鼠一旦咬断电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察觉，马上来查修。狗场设置者将近20年，并无取得合法的用地，这来设置绿能是毋是有合法性的记录？民间团体表示，会有经理法免怎监估的考验，但嘛是希望推广独立电网的公益价值。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它又是很亲近社区的，把更多的这种独立微电网的这个模式做公益，能够让更多的人被帮忙到。那连续到3天的大雨无日头，狗场依然有电通用，但用地无合法申请。来协助的业者表示，领导考量了后，依然决定来协助。嘛指出，若无装设备来隔热、加供电，狗场的温度至少会阁悬6度，烦恼狗仔会热死。记者林单片如台北报道。再来讲，屏东县嘉东的云仔国校，一群今年出业的学生囡仔，创作出一本绘本，名叫《捕梦梦》，内容就是咧消解庄头养殖渔业，佮甲绘本翕做动画影片。这个同学讲，要让愈侪人知影讲，村民安怎样靠掠鱼和养殖渔业来讨赚，嘛消解家己故乡云仔的水。吃过饭，请陈述和其他班员抢走其青蛙抓。养殖户甲护衣裤穿好，准备要去云仔掠鱼啊！绘本的口碑哪念，故事内底角色嘛哪叮当。这是文主国小学生利用家当在地人事物所创作的家乡绘本《捕梦梦》。老师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才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要怎么去画那个地方的构图，或是场景的配置。而且我们还会用实际的人物去摆出那个角色的动作，讨论那个绘本里面的那个剧情。然后角色的性格啊、特色啊，然后呢景点。随网电影调查讨论内容，画图和做动画真够工，唔那辛苦，佮着爱牺牲放假的时间。唔过参与的学生讲，摕到绘本的时，互因感觉真有成就感。校长也表示，一旦互囡仔机会，其实因就会尽力做甲上好。用资讯课所学的程式设计，制作2D 动画，让绘本里的物件跟角色鲜活了起来。
我相信给孩子机会、赋予任务，他们可以学得更好。这阵今年歇热就要毕业的学生，结合学校的课程，实际伫乡里行打，了解村民安怎靠渔业和养殖业讨赚，以走出家乡的方式来维回本。希望透过这寡精彩的地方故事，让人来这佚佗，顺续熟悉在地产业和文化。记者报道。各地头温度变化啥款，咱来看详细气象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2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澎湖30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小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多爱大，暑有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3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这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的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2种潮时的菜。新的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记买笋啊，爱跟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翻青翻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新的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软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戏剧界的重要神明，颠倒元帅甲西晋元帅的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2位神明。六大暑3伏天，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7笋8蚵，大暑食旺来。伫这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今仔日咧，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